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会当看到大家，互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咱伫遮同齐要来敬拜上帝。咱真久就选今仔日咱要摒扫，所以咱今仔日是年头礼拜。外口看到日头拢出来所以真感谢主，互咱今仔日要摒扫会当真顺利啦咱特别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引带领阮，互阮拢会当平安，互阮伫你所设立的圣日，阮会当同齐来到你面头前，阮要来敬拜你。主啊，阮带着欢喜的心、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阮要将阮的恶乐来献伫你面头前。主啊，感谢你。阮是有福气的人，无论阮伫礼拜日伫遮来敬拜主，还是阮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拢有主你来看顾，伫引带阮，行阮头前的路。主啊，阮真感谢。虽然阮袂当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逐日拢过着遮尔平顺的生活，总是主，阮知影，你伫阮的生活中间，你有时互阮会去拄着患难，有时阮会当去拄着阮无法度排解的代志。总是阮相信，主你伫即个中间，你拢甲阮相甲同行，阮会当伫你内面享受你恩典的记号。主啊，阮感谢你。有时阮袂当伫阮的祈求中间，会当来满足阮。主，你帮助阮的心目会当放伫你的顶面，互阮知影凡事拢有你的主、你的旨意，互阮伫人生伫行的每一脚步，拢有主你一步一步伫引带阮。我嘛知影，伫阮台湾伫即2年的中间，遮尔有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互阮过着平安的日子。伫侪其他的国家侪的所在，犹原即马还有疫情伫因的国家，伫因所住的所在。阮嘛看到即2天有入境的人嘛有渐渐增加。主啊，阮住伫即个所在，无论是有啥物变化，阮相信主你拢甲阮相甲伫底。主你帮助阮用信心来倚靠你，互阮会当过得胜的生活。今仔日阮伫遮要来敬拜主你，互阮的所有的服侍，拢会当伫主你的手中来将上好的来献互主你。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拢恭恭敬敬来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在这个早晨，在新的一年，我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跟上帝来分享我们的一个诗歌，一起来敬拜。可能在过去的1年2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事情，在今年也会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预知，但是我们基督徒里面心里面有平安，因为有上帝，有上帝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基督徒心里会有平安。
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火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指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任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任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任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接下来这首诗歌是我们来唱台语的。这首歌应该也有很多人有听过，有人在替你祈祷。让我们用安静的心、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是毋是你的祈祷渐渐开了眉目，流目屎，伤心泪流，亲像雨水，主同款会当了解你实在的情形。看见充满思念烦恼，亲像钻出大海，危险之中。迄时阵有人为你暗中替你祈祷，你着安静。主要赐你平安，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想无所伴。心内是一阵绝望，爱记你有人在替你祈祷。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将眼睛闭上，想一下，我们多久没有好好的为我们身边的人，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一起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甚至为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来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来医治；在我们遇到喜乐的时候，也可以相同的跟主来分享我们的喜乐。要知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样的也有人来为我们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就跟呼吸一样，理所当然，但是却很重要。让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
心内是真真绝望，爱记你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想无孤单，心内是真真绝望，爱记你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想无孤单，心内是真真绝望，爱记你有人在替你祈祷。让我们安静心今天的礼拜。大官人的一囝，恁着将阴光气力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请咱三甲来用圣诗第11首，圣诗第11首，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创造万有，装塔这世界，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这宇宙何等美妙！所有壮年老辈，一切囡仔40岁，无分男女老幼，学乐上帝创造宇宙。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11首全首。这宇宙何等美
下面请咱三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咧周报第6页有，若无咱斗阵看伊无。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对来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搁去7人中搁活上天，等摕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请咱三个来启应。咱要来读启应文第50篇，咱要来读启应文第50篇，就是以赛亚书第61篇。请咱三个来启应。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善请人，宣布受了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恁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伊是上主赐福的子民。下面请咱搁来啉圣诗第226首，圣诗第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婀娜无停。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226首。后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变的主宰，阮的阿爸上帝，阮要同心感谢俄罗你的恩典甲疼痛，你的伟大甲荣光。伫咧即个圣的主日，感谢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也感谢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完整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朝见你，来献感恩的祭，也要用心神甲真实来敬拜服侍你。愿主上帝当欢喜接纳。阮嘛要领受你通过牧师所要互阮的信息，互阮会当晓悟来遵行。
亲爱的主，文山教会是阮众兄弟姊妹同心所建立的一生的共同体，疼的一个大家庭。求你，互即间教会会当帮助每一个入来的人，拢会当感受到你的疼，得到你的慈悲怜悯，愿意搁较来亲近你，接纳你做阮生命的主宰，互阮会当互相帮衬、互相扶持、互相造就，无互人绊倒，做美好的见证。伫个今仔日较煞的礼拜，阮嘛要来举行团契的辅导甲会长的就任。感谢主，你为每一个团契竞选着合适的辅导甲会长来服侍，因要照着誓约来领受教会所托互因的职务。感谢因会当愿意来承担接受即个职分来投入团契的事工。愿主嘛会当赐予因教育的智慧、甲能力、恩赐来做好即个领导的角色，互每一个参加团契的客友拢会当透过有灵命的团契的生活，伫个中间受到好的造就，建立共同的信仰甲信心，成做一体。主啊，即个肺炎的疫情爆发到即马拄啊好已经2年。虽然全世界的科学家甲医学专家真努拍拼，想要来打败即个病毒，将疫情控制落来，总是病毒的危险犹原无解除，甚至一直有新的挑战来考验阮。最近台湾嘛，阁面对着新一波的危机，恳求主，你看顾阮台湾的社会会当安然来度过即届的危机，嘛，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随时保持警戒。谨慎来面对，嘛求主你怜悯全世界各国真侪受到疫情伤害的百姓，互因拢会当得到应该得到的医疗甲照顾，救赎因脱离苦难。主啊，既然我靠你的，你要赐伊开力，求主是怜悯，应允阮的祈祷，因为阮本身是软弱，若离开你，阮就袂当行好。求主是阮帮助阮。会当遵守你的诫命，互阮的意念甲行为，拢会当受你的欢喜。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三个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要来看旧约诗篇第29篇第1节到11节。诗篇第29篇全篇咱们来看，伫个咱台语汉字本是伫个旧约第598面。诗篇第29篇第1节是大笔的诗，大权能的囝，恁着将荣光气力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伫水面，荣光的上帝起雷，耶和华伫侪水的顶面，耶和华的声有大气力，耶和华的声满满威严，耶和华的声拍击百形墙。耶和华拍碎黎巴嫩的百形墙。第6节，伊也互伊雕跳亲像牛仔，互黎巴嫩甲西连雕跳亲像野牛的囝。耶和华的声互火焰喷切，耶和华的声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互落母惊着来生囝。也互树林的树叶落光光，囡仔伫店内的拢讲荣光。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坐地做王，耶和华坐地做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要赏赐气力，予伊的百姓。
耶和华要用平安祝福伊的百姓。圣经读到这，下面咱要来请少年团体来献诗，因今仔要唱的是耶和华祝福满满。其实咱要请科牧师来正道讲道，今仔题目是听到上帝的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进入到寒天的时刻，你甲阮同在。你守住太阳，温暖了阮的心。愿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互阮的心得到饱足甲喜乐。愿主你亲身看顾，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亲身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顶礼拜甲大家讲到光，毋知即个光对咱有啥物款的影响呢？咱早起一起床，就会看到光。我要问大家，你每工？也是讲你通常，你早起拢几点起床的？有个人可能4点、5点，那伫寒天的即个时刻，天还袂光；有个人6点、7点，天已经浮光啊；有个人开始7、8点、9点出门，日头已经出来啊。
那呢，你早起到底是几点会起床呢？你起床的时阵，是时间一到，你就醒起来。就人讲的迄种，每一天你生理的时钟拢真固定，你就醒起来。也是你爱挖靠迄个闹钟啊，手机的闹钟啊，甲你插起来咧。当你醒起来了后，你会听到什么款的声？你起床的时阵会听到你的周围有什么款的声呢？每天每一个时刻，咱拢透过无共款的声音，这个声音为咱的耳孔听到，咱会听到无共款的信息，这个信息进入到咱的内底，透过转化了后，进入到咱的头壳内面，一直到半暝，你要困啊！这个世界悠然的出声，所以咱来看，规工对于暗暝到日时，这个世界充满着真多的声音。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29篇，是一首俄勒的诗，嘛是大卫所写的诗歌的其中的一首。这首诗歌伊的内容是咧颂赞上帝伟大以及伊的专能。所以，若是来看旧约的传统，伊咧讲到诗篇29篇，嘛甲犹太人的迄个祝棚节是结连做伙，是咧享受，是咧庆祝上帝的享受以外，嘛咧为着即个光甲水来感恩。嘛有一派咧讲法是，嘛甲五旬节有关系，因为用另外一个角度咧思考即个水甲光，因为即个光是摩西伫西奈山顶，上帝显出光，以及上帝临在的即个光。所以当摩西入山了后，伊的面发光。那呢，咱会当将即个诗篇29篇。看做是一个大自然的诗。今仔日，咱对大自然的内面，你会听到什么款的声呢？我若用这幅图互大家看，大家会想到什么？水声，迄个瀑布流水的声。那呢，当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发出这个声的时阵，你敢有法度去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吗？也是讲，咱本身，你会发出什么款的声音呢？今仔日的诗，大概是为伊的细汉的时刻，伊渐渐去明白讲，要安怎对上帝创造、上帝这个奇妙的中间，去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大概伊写真侪诗篇的内面。咱会当对第8篇去看到，伊咧描写着即个天、即个星的即个上帝创造的即个伟大。嘛，对即个中间，伊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的即个荣耀。那对19篇，咱会当看到大卫咧讲，上帝伫正日头正中的时阵，迄个日头发出来即个烧气。迄个充满伫地面的这情形，今仔日第29篇，大卫用这个单雷的声，真吵闹的这个声，要来说明上帝的权能。伫大卫所写落的这一切，无论是风暴、星，也是日头，伊讲这上帝所创造的物，拢互大卫要明白一件代志。嘛是互咱知影，上帝用咱迄个目睭无法度看到，迄个上帝的属性，都是上帝创造迄个奇妙是人无法度理解的时，大卫用俄勒上帝，而且伊毋拿俄勒尔，伊阁邀请到迄个看到上帝创造的迄个时刻，就是伫上帝周围遐个正天使甲囝儿。伊邀请因做伙，将迄个俄勒的荣耀要归乎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展现伊的气力，耶和华上帝将即个气力
要互世间人拢会当明白了解。所以大卫咧描写的是，这个俄勒是对天顶开始的。大卫真清楚知影，这个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是这位至权，以及咱要学了上帝的名的。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的圣洁，毋是人所看迄种圣洁。上帝的圣洁，是因为耶和华伊的荣光，咱为着这个荣光来敬拜伊。当大卫咧安尼描写的时阵，我咧想象一个画面，也是讲我无法度去理解，迄个天顶的敬拜到底是甚物款的模样呢？我敢当用这个地面上咱教会内面的敬拜，来想象伫天顶的敬拜。我咧想，有可能是有人数真多真多的圣乐队。有可能是有一团真大团的敬拜团，有可能是有真侪人、几万人做伙伫下面咧无停的咧敬拜。伫这中间，嘛有侪乐器做伙咧伫迄个所在咧敬拜上帝。那对我想象内面的时阵，会出现一种情形。就是这么多声，伫无同款的时间，也是同款的时间发出的时阵，那呢，迄个敬拜的声到底是怎样呢？对咱人真好想象。不过我想，咱会当对一个方面来理解，有可能是一个真大型的交响乐团加上合唱团，因所唱出来的声音。若是对现代乐团来看，伊嘛会当用这种方式来唱出对上帝阿乐。这是我今仔日对想象上帝伫天顶，咱要阿乐伊的这个情形。不过实际上，这是我对用这个世界角度来看。无论咱怎，咱上重要的是爱将世界以及创造世界上帝来分出来，因为安尼时阵，咱才有法度伫欣赏这个世界时，将迄个焦点放伫上帝的身躯顶。当咱将焦点放喺上帝的身躯顶的时，那呢，你定定发出的是恶乐的声，也是迄个真负面的声音呢？如果咱的焦点放伫这个世界，咱的心思意念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咱的生活会对着这个环境起起落落。你看世界的这个眼光，会对着这个环境来转变。不过，当咱若注目看伫上帝身躯顶的时，你会看到上帝。你会去察觉到上帝，你会去经历到上帝伫这个世间的作为。无论你当时的处境是安怎，你拢会知影上帝伫咱的中间。最近看了几本册，拢是甲信仰有关的册，嘛有几本仔是一般的册。其中有一本册内面，伊咧描写到一个理想的一个实践者，这个实践者伊期待会当创造一个公平、平等、适合人所住的一个所在。伫这个所在，人袂互人剥削，会当真安心的伫这个所在咧生活着。当伊咧描写这个过程的时，不过作者犹原写着真现实的这个环境，因为伫这个环境中间充满着不公不义，有权的欺压迄个无能力的，有钱的控制经济甲政治。所以当这个有理想的人，
伊咧甲即个关系咧抗争的时，这其中有一寡手段，无都得到伊身躯边的人的认同，甚至受到误会。不过，这位理想的实践者，伊悠然坚持伊当初的理想，伊坚持伊所挖去的信念，所以真坚定咧向前行。到这个故事的上尾，作者写出身边的人了解伊为什么安尼坚持，就是伊所要坚持的，就是创造一个公平、平等、适合所有人所徛起的所在。各位兄弟，咱每一个人拢有理想，你嘛有梦想，咱是毋是捌将这个理想来向上帝祈祷呢？咱是毋是将这个理想求主来带咱行头前的路呢？你是毋是将这个理想来确认，这个是毋是上帝的心意呢？也是当你有一个理想，你却用家己的方式、家己的想法来向前咧行咧。无论你是甚物款的想法，伫生命的历程的中间，无事想要请问大家的是：你定定发出的是懊恼的声，也是一个负面埋怨的声音呢？有可能，你这个时刻当拄到困境，有可能你伫咧流目屎的迄个山谷的内面。不过，当你将你的眼光放伫上帝的身躯顶，你的焦点伫上帝的时阵，我相信你会听到上帝的声。诗篇29篇，伊咧诉说着上帝的声是安怎来表现的。伊咧讲着上帝的声伫水面、伫洋海顶面传播出去，用单雷的方式。伫水面顶发出声音，作者代笔安尼讲，即款的声音会当展现出上帝掌管伊所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互所有听到的拢会当感受到伊的威严。当代笔咧描写上帝气力是对这个水面顶发出去的时阵，其实这是伫迄个时阵。一个古代、一个震动文化的观念，也是迄个时代人对宇宙的看法。伊咧想的是，伫即个世界，互上帝创造进前，宇宙是黑暗、无生命的，无任何的形式咧存在。即个就是咱创世纪咧讲的混沌的形态。当时的人认为这是真。原本海洋的状态，但因的想法是，生命是对海洋开始的，所以古早时的以色列人就延续这种的观念，而且用一个新的观点，互伊无共款的解说。因为以色列人因知影，上帝是对混沌中间渐渐展开一个新的创造，有。日、早时甲暗暝的时间，有空间，有大地、海洋。所以，当这个想法咧形成的时，以色列人因知，这个土地就是上帝互咱人以及所有会当徛起的，拢徛起伫这个土地顶面。生命就伫这个世界开始生脱。开始生存落来，上帝透过声音，要互徛起伫即个地面上的万物，拢明白知影伊是创造的主。所以，当诗篇29篇咧描写着上帝发出的声音，亲像单雷一样，互即个地面震动，代表用大自然的表现，要互人明白了解。上帝要传达的信息，单雷所带来影响，
要表明是上帝的专灵。所以，咱对经文内面看到这个上帝声压制了香柏树，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犹原同款拍碎。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伫将来要起造圣殿所用的树木。这个树震动破碎，这个山犹原跳动，所以代表用一个描写着震动的这个情形，来诉说上帝的威严。我想，这个地咧震动，有可能亲像地动一样，有可能就是一个信息，要互人用敬畏的心来看上帝的专灵。所以，当大卫咧写到这个死呐，甲这个雷声的时阵，诗人就是大卫，无因为这个真可怕的自然的现象，去感觉到惊吓以及不安。伊颠倒认为这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对这个中间，去得到真大的安慰。这所描写的死呐，有可能是照着咧扑茶，也是咧扑其他的物件所产生的这个火，咧描写着这个死呐的情形。伫第9节，大卫佫描写着耶和华的声，互这个母女惊着来生囝，也互树拿的树叶落了了。有时咱看到这段经文，会了哪会安尼？这个原文的意思应该当翻译做安尼，就是耶和华的声，互这个母女来跳舞，树拿内底的树叶来落落来。这个描写的是要表示上帝的声，互全地拢来诉说伊的荣耀。伫圣殿的内面，人要因为上帝的声所带出来荣耀，发出欢喜的喊话。这个世界充满了真多声音，咱对早起起床，咱会听到有大自然的声，咱会听到机器的声，咱来到教会，咱会听到咧弹琴的声。咱嘛当听到人咧讲话声，无师娘讲你昨暝打呼伤大声，咱拢会听到足侪声，有真大声，嘛有轻声细语，有高音有低音，有别人的声，有家己的声。咱听到遮尔多声音的时阵，咱毋知。你会去了解到这个声音是安怎产生的无？你会去了解这个声音是对倒位来无？拄则有讲到最近咧读几本册，其中有一本册就是《疾风细雨：如何听神的声音》。这本册咧写讲，有关咱要安怎才有法度听到上帝的声。伊讲有两款人。一款是听袂到，一款是听会到。伊讲真可笑的是，当听袂到的人咧问讲，你是安怎听到上帝声的时阵，遐听到的人会当描述的无济。作者咧讲到，因为现代的人拢伤过无用啊，有可能无真侪时间会当听上帝的声。作者咧甲人讲。咱要安怎来听到上帝声呢？伊讲到，只要是你无用头壳的时阵，迄个时间拢是上适合甲上帝亲近的时阵。作者举例讲，咱只要运动的时，也是你咧洗菜的时、洗身躯的时阵，也是你会当放真轻松，你的心情会当真好的时阵。你真感恩的时刻，当遐个时刻，拢是会当互你转来到上帝面前。
伊讲上帝的声是真真细，有可能你爱真专心，你才有法度去听到；有可能你爱真安静的时阵，你才会知影讲上帝在讲话。总是毋是用耳孔去听，是要用你的灵去听上帝的话。所以我咧想，当咱若注目看伫耶稣的身躯顶的时阵，咱去看，咱要看的是耶稣伊伫倒位，咱要看的是耶稣伊咧做甚物。咱会当伫即个过程的中间，甲耶稣对话，咱会当甲有一寡互动，咱会当问耶稣讲：主啊，你爱我吗？然后你问了后，毋是讲我无听到，耶稣无爱我，毋是。你要安静，你要安静看耶稣要对你讲甚物。当你安静，迄个时刻，你的心内会有出现一种真自然自发，也是及时、较积极的即个意念。我咧想，迄就是上帝的声音啊！你要安怎知影这是上帝的声呢？只有你甲上帝结连，你读上帝的话语，伫你看见、听见、感受到的时，你讲这敢若是上帝的声的时，你的灵内面会真明确知影，这就是上帝的声。伫音乐家海顿伊咧讲，有人咧问伊讲：你是安怎咧创造这所有的即个歌曲？伊讲：当我的心中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我将迄个情形翻译出来。当我甲主耶稣的恩典做伙的时阵，伊伫我的身躯顶，伫迄个时刻，我的心中充满着喜乐。迄个喜乐甲平安的迄个音乐就出现啊！真自然伫我的即个笔内面，我就甲写落来。各位兄弟，当大水泛滥的时阵，上帝管理即个大水。伫即个大水的中间，上帝永远是即个世界的王。代表亲心即款的威严甲荣耀。以及伊坐伫大水中间，伊会享受迄个福气，互伊的百姓。诗篇29篇是以荣耀上帝做开始，上尾是用平安互人做一个结束。即礼拜，咱看到台湾疫情，即个病毒奥密克戎。对桃园的机场入来到社区啊，真侪所在，咱人拢会惊吓，敢若亲像大水洪，迄个不安，迄个惊吓，佮敢若亲像去年5月份、6月份、7月份，迄种情形共款，要来，互咱的生活无安定。所以伫即个时刻特别。咱爱安静来听上帝的声音，咱所要领受的是迄个平安的确实。我毋知大家的想法是安怎，总是我相信，我愿意听上帝的声，而且佮尊叹伊的话去行的人时，上帝的赏赐快乐，嘛会将平安赐福给咱每一个人。听上帝的声，毋是一天两天。听上帝的声，是咱一世人跟对耶稣的人所爱去做的功课。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你的声音是遐尼啊微细，你的声音也可能亲像弹雷共款。震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主啊，阮要安怎来分别什么才是你的声音呢？
主恳求你，互阮每一工、每一摆咧读你的话语，每一个时刻甲你交陪的时阵，阮拢会当甲你做一个结连，互阮的性命甲你的性命连做伙，互阮每一工拢领受对你台遐的声，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搬过一切挑战、困难、艰苦，因为阮知。阮若听到你的声，搁去行的，你的赏赐平安甲阮伫地。阮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538首，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护士，满心欢喜。救主用保护，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年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报扬年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538首全首。这是咱的奉献。当咱咧经历孝顺上帝恩典的时，嘛，请咱来当回应上帝恩典，所以咱用心来备办奉献。
咱要请牧师来主持同工的就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迄开周报的第6页，咱看教会消息报告的第5项。咱即时要来举行团契辅导甲会长的就任。其中社青团契、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的会长，已经拢伫旧年8月份甲10月份拢就任啊。所以今仔日要就任的有玛纳团契辅导柯玉佳兄弟，社青团契辅导李尔博执事，少年团契辅导施新宇执事、张义如执事，雄尼团契会长卢道安兄弟。妇女团契会长陈正惠长老，橄榄团契的会长陈荣玉长老，主日学的校长郑仁娇执事，圣歌队的队长易爱玉姊妹，敬拜团的团长潘秀丽姊妹，咱亮着名，请来头前。咱中间有真两位吼，因为有代志无法度出席的，咱伫后一处，咱的礼拜中间咱再来补就任。即时咱要来就任主日学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的团长以及各团契会长辅导。即时我要问恁在场的所有的遮的会长的准备要接任会长甲队长职务的同工，恁敢有确认恁要领受的是团契辅导、团契会长、主日学的校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的团长的责任？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调任也无？有。恁当即时要领受遮的职务，恁着倚靠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阁要安尼行也无？有。即时我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的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正做本会主日学校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的团长、团契辅导以及团契会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来关心这项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会众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愿感谢你。伫教会有侪的工作，有侪你的圣工，阮需要同工做伙来为着上帝国的代志来筹划。感谢你，互在场伫台前遮的会长、辅导队长、团长、主日学校长，拢会当愿意甘心乐意来接受即个职分。愿主你看顾因，保守因。赏赐因属天的智慧，互因伫做每一项事工的时，拢会当要来荣耀上帝名。当伊咧关心团契的客友、主日学的遮的囡仔、老师、敬拜团的团长、圣歌队的队员，拢照着上帝你的旨意来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即个事工。伫每一人的手中得到造就，愿主亲身看顾，伫每一个时刻，甲遮所有的首长拢做伙，愿主亲身赐福伫因的身躯顶，愿安尼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教会有对咱的会长有一个任职书，对团契辅导有聘书。所以，即时我要将这个任职书以及聘书来互咱的会长甲遮所有同工，咱转会长。
是我来报告哦。伫咧报告的台先，请咱三甲来看读今仔日的经句吼，今仔日经句。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予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诗篇29篇11节。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予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诗篇29篇11节。即时咱来看下周的圣感分担。下周的圣感分担领唱台语堂是赵以诺执事，华语是敬拜团，属类是郑仁娇执事，苏琴、周胜美、基妹，甲华语堂是洪建志兄弟。献诗是圣歌队，书献是我本身甲赖韵如执事，交台是赖韵如执事，林崇慧姐妹甲潘宣娥姐妹。音控是李尔伯技术甲张建传执事，讲稿是郑正仁牧师。咱来周的聚会吼，咱拜二的读经分享班要补充，因过来即个礼拜要读的经节是约翰一书第4章，约翰一书第4章吼。那就拜三的查经基督会主理是木科牧师，司会是黄文宏长老。来周的第二礼拜是郑正仁牧师，伊要讲的经文甲诗歌，请咱伫咧厝会当先来看。下面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咱来那个消息报告。头一点，咱教会有定伫1月23号要召开会员合会。那会员的名单甲顶年度会友个人的奉献吼，有搭伫个公布栏。请咱家己来看。迄天若要请假的兄弟，请提早会当甲咱的小会书记黄文宏长老提出。迄天是联合的礼拜，就无第2堂的华语礼拜吼，请咱来会记的。第2点，咱会员拄仔已经讲起啊，会员的资料、合会资料拢搭伫个公布栏吼。请咱尤其是会长甲财务的同工会当去签名确认。第3点，咱本主日礼拜了后1点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加。第4点，咱今仔日礼拜3号，咱有要举行年终的大扫除吼，邀请咱的兄弟做阵来为咱的教会来摒扫。若是今仔日无法度完成的团体吼，会当请恁另外阁安排时间来进行整理。若是有人放私人的迄落物件伫咧咱的教会，请会记咧来扎转去吼，无会去用回收处理。那中昼有备有迄落简单的午餐，那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当留落来参加教会环境的清理吼。第5点，拄则咱有举行辅导会长的就任吼，名单请咱家己才来看嘛。愿主祝福因的服侍。第6点，咱今仔日11点嘛，当时要来举行咱的迄个年度的账册的检查吼，所以请咱团契会当甲遐个校谱凭证传落好，咱去1楼团契教室嘛，吼，那团契教室11点吼，去遐来受检查。第7点，咱下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圣诞节的检讨会甲礼拜组的会议，请同工会当来出席参加。第8点，咱下主日礼拜是圣经公会的奉献主日，请咱兄弟备万心。所以来，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要补充一项报告吼，请大家看恁手中的周报。咱即个周报的封面吼，咱已经用真长的时间啊，所以小会讨论了后，要来更换即个周报的封面，吼。这个封面呢，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恁会当来投稿，所以咱是公开征稿吼。我咧讨论的时阵，有人问讲，要限题目无？要限范围无？上尾阮的结论是不限，所以邀请咱会友，咱恁会当有想法，有啥要来做即个教会周报的封面，你会当来投稿吼。截稿日期是伫3月13，你若将即个稿件你若画好了后，请你交互干事吼，阮会收集了后，阮会讨论，阮会上尾一个伫3月底4月初，阮会做一个公布吼。所以邀请咱会友共同来参与咱即个周报的封面，已经用足久的时间啦吼。所以邀请大家做伙
来为一个新的开始的周报这个方面吼。另外一项属于报告就是拄则已经报告咱礼拜煞咱要来大摒扫吼，大摒扫，摒扫了咱有备办中昼顿吼，所以邀请兄弟姊妹恁咱留落来做伙来摒扫，摒扫了咱中昼做伙食饭，吼做伙食饭。然后咱会当伫即个中间，咱伫摒扫的中间，咱会当互相交易。好，这是补充报告的部分。咱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要介绍？无？若无，咱即时请咱来吟煞尾的诗圣诗。绕高去吼，咱还佫有迄个要为两位咱的会友吼，迄个代祷吼。第一个是张二林长老吼，伊下一张，伊要代祷的事项是为着伊妈妈吼来代祷，伊的身体健康吼。第二个是韵如执事吼，伊要代祷的是为着因过去的平安以及未来拢有上帝看顾保守来感恩吼。所以咱每一礼拜咱拢会为两个家庭来代祷，伫即礼拜中间咱为代祷。我伫每一天早起的咱的迄个大群组内底，我嘛拢将即两个家庭的名放进去，恁就当为因来代祷。这个时间咱是恩林长老恁全家有在场的，恁会使起去者，因为为着妈妈来代祷吼。甲韵如执事来伫后壁吼。好，咱即时咱来为因代祷。主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看顾恩林长老因全家伫教会内面的服侍，也看到韵如执事伊伫教会内面所着活的一切事。愿主你赏赐稳定疼痛伫因的身躯顶，看顾因，互因毋若是伫教会内面的服侍，嘛看顾因的家庭的生活有主你的疼充满伫即个中间，看顾因的工作。赏赐因教育的气力、能力，互因伫工作顶面有好的表现。看顾因的家庭，特别恩林长老要为着伊的妈妈来身体健康来祈祷。愿主你看顾赏赐，无论过去你怎样会赏赐稳定伫伊的身躯顶，即个时刻由主耶稣悠远甲伊支持，而且加倍稳定加添伫伊的身躯顶。看顾即两个家庭。阮伫未来即礼拜要为着因祈祷，嘛愿主看顾因所有人出入的平安，将因即两个家庭放伫你的手中，愿主你赐福，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来参到因煞尾诗圣诗第396首，打尾线回求主赐福。因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96首全首。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救赎的稳定甲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
甲恁众人伫地对即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咱会友会当起来吼，甲互相身边的朋友互道平安吼。啊，伫咧厝看直播的嘛当留言吼。